2017年7月，逢甲商圈发生起爆意外，引起3人不幸死，13人受伤。迄当时，逢甲大学4个学生为着要来办迎接1年新学生的活动，拄好经过这，其中一个学生叫做柯婉莹，伊规身躯30%小受伤。今年4月伫要出业，伊嘛讲要代表出业学生来讲话。伊讲发生意外了后，参热甘水过冬，即嘛总算会当顺势出业。 闹热的逢甲商圈发生爆炸，迄当阵穿白衫的查某学生就是柯婉云，伊拄好经过拄着爆炸，红碰一个倒伫涂骹，规身躯有30%的烧烫伤，伫家护病房度过半月，即马伊顺利毕业，搁伫毕业典礼顶的代表毕业生致辞。大3的暑假遇到气爆，说真的，那时候就觉得人生很黑暗，也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办，就是本来想好的未来突然就崩解了。 大学3年的这场意外，互柯婉云含走路嘛变个真吃力。本来医生甲厝内人拢建议伊停学，毋过伊想到同学的感情，甲大家要约束讲要做伙毕业，为家护病房出来就真拼死咧做复健，开学坐轮椅登去学校上课。就先坐轮椅，然后烧烫伤的附件就是也要拉筋啊什么的，还蛮痛的。 甲伊共款拄着爆炸，阁有另外3个查某囡仔，张嘉玲饭匙骨边插一块玻璃，差一点就拄着动脉，陈海成规身躯添500外针，太医酸的伤势较轻，毋过迄天20岁生日，嘛变做伊这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的一个生日。比较想要活在当下吧，然后想说，就比较不会想说以后一定要干嘛，就想说想要做就赶快先去做。 4个查某囡仔拄着爆炸意外，今年4个人做伙毕业，就亲像柯婉云讲的，伊上大体会是性命若毋是即马，无是当时，爱好好把握即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